热天一个到防止日头晒防护紫外线变做是一项真重要的工作。皮肤科医生也讲，这大人囡仔拢爱注意，特别是囡仔皮肤较油，防止日头晒的时阵，就爱经这唔通伤过刺激的产品，亲像这个防晒油，就爱特别注意。 豆豆啊，进入烧热天气，热天若到，唔那日头赤炎炎，搁爱特别注意紫外线。有医生表示，日头晒过头，唔那晒乌、晒伤，加速皮肤老化，引起皮肤病、生斑、生痣的几率也会变悬。皮肤科医生也提醒，防紫外线是大人、囡仔病仔重要。唔过囡仔皮肤较油，1岁以下囡仔无建议抹防晒的产品。较大汉的囡仔准讲要用，也爱经成分较袂刺激到皮肤的产品。 小朋友在选择防晒，它的温和度是非常重要。1到3岁之间就选择纯物理性的防晒。物理性防晒就一个重点，非纳米性的，因为在目前欧盟也建议小朋友不要用纳米型的物理性防晒。成分表上面会写 nano，N-A-N-O。 没有的话就是非纳米型的防晒。另外，也有皮肤科医生表示，真侪人看天气乌阴无阴，想讲无啥日，就袂记你爱防紫外线。也有一寡人即马惯四挂喙炎出门，想讲有扎的部位就免抹防晒的产品。其实这拢是唔对的观念。阴天的时阵，就算有云，黑紫外线嘛是穿透过来。一般外科口罩它是没有什么防晒的效果，穿透的这个趴数还是蛮高的，所以不只挂喙炎，你也该抹防晒，还是讲搭配。 夜雨伞是地保啊。医生嘛讲，一般大家咧抹防晒产品的时阵，定定会落到鼻仔、耳孔后、肩胛头、骹盘这个所在。也若皮肤较敏感的人，亲像较厚生条啊、酒糟性皮肤炎等等，若当咧发作，就无建议使用防晒产品。但若互医生看了皮肤状况较稳定，则建议经较无负担的防晒产品来使用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